乖乖仔，三少無論面對陌生人定係去到陌生環境，佢都表現得好安靜、好溫順，亦好願意親近人。但就係咁乖嘅一隻狗狗，喺9歲呢一年被主人送入咗市政狗房。2026年7月14日，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正式從澳門市政狗房接收9歲雄性哥基犬三少。據了解，三少原本由家庭飼養，但主人最終因經濟狀況選擇放棄繼續照顧，將佢送往狗房。對一隻9歲嘅狗狗嚟講，佢早已習慣同人一齊生活，亦熟悉家庭環境。但步入晚年之際，原本熟悉嘅生活突然改變，由屋企去到狗房，再由狗房嚟到犬舍，三少只能一次又一次重新適應陌生嘅人同環境。雖然經歷咗呢啲轉變，三少依然好乖，對人亦冇失去信任。目前初步觀察所見，三少有皮膚問題，手腳亦發現一啲肉粒。至於實際健康情況，仍然要等待詳細身體檢查之後，先可以進一步了解。接落嚟，本團會為三少安排身體檢查、健康評估以及所需嘅日常照顧同醫療跟進。希望由今日開始，乖乖仔三少唔需要再擔心被放棄，可以慢慢適應犬舍生活，得到應有嘅照顧同陪伴。亦希望將來佢能夠遇上一個真正珍惜佢、願意陪佢安穩生活落去嘅有緣家庭。我哋一齊祝福三少。